来关心新台币的消息，新台币今日继续强势起价，搁升过30块，好，真侪散户赶紧买抢班机、买俗货、买什么物件？买美金加日本钱。抑过台币升值，恐惊嘛伤害未少的产业，其中寿险业也就是保险公司，更加变成重灾区。因为寿险公司一般都有真侪以美金算下的这资产，像美国的国债加美国的股票等等，当美金来较保时，伊手中的资产若换回新台币会变了会了钱，抑过来烦恼讲寿险业煞来敢会连这个股利都拢发不出来。新台币今仔日是继续起升达，升到超过30块，经过4年来到20外，不少人一透早是赶紧入场，把握机会买俗的美金，还有日票。地处不少网络银行拢传出塞车的情形。很多做商可能看到美元跌得很快，那加速了他们自己抛售美元的卖压。那短线上这个趋势还没结束之前，可能有点多杀多的卖压浮现。台湾是出口导向的国家，台票升达，大省受影响的自然就是出口商。不过另外一个心肝差一刀的就是寿险业，因为寿险公司收的保费用台票计算，不过因为甲手头大量的资金摕来做海外投资，特别是用美金来计算的美债，若是美金落台票起，原本投资赚的钱用台票来算就会变少，公司恐惊就会出现亏损。如果单纯从整个汇损所占公司的净利的角度来看的话，确实这个它可能会把公司的整体的这个获利的话，会大幅度的侵蚀。有法人就高价试算，若无考虑外价准备金，新台票汇率若升1%，寿险业的利润恐惊就会了5%。比起来，银行可能干那了0.1%，寿险业所受到的冲击是明显加真济，所以就袂少人烦恼，寿险业敢会连续2个月拢出现了钱，甚至连明年的股利拢摕不出来。我倒认为是有过度反应的，过度的恐慌了哈，因为实质上它还是会有一些获利哈，但是确实会对于获利上面有打折，这个其实是确实会发生的问题。股市已经大升反映情绪，金控的双雄国泰金甲富邦金今仔日盘中拢落超过半折，相关的股类拢正做重灾区，台票的趋势正做市场全新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